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喎。前面快嘅馬，咁啊中間位置就知道穩勝啦。咁啊外邊啊快活精神啦，最出啊華夏駿馬，中間63大約第4位呢，仲有馬達啦。出邊紫色衫不勞而獲喎，響外邊啊走咗上去第3添。內欄第6位嘅馬有光年情長啦，外邊啊星將啦，中檔尾4黑衫黑帽呢，就勁進勇士啊。後邊3匹馬啦，神燦金剛啦，勁勇黃區啦，暫時電流係過關勇士嚟㗎。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華夏駿馬啦，咁啊吊住喺第2位呢都好大隻嘅快活精神啊。第3位紫色衫係不勞而獲啊，外邊走上去第4係星象啊。內欄第5知道穩勝，中間63黃毛馬達啊，外邊冚嘅馬啦，勁進勇士啦，神燦金剛啦，大外檔呢就係嗰隻勁勇黃區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仲係呢華夏駿馬，慢慢數出嚟有快活精神，中間不勞而獲，外邊星象，最出嗰邊仲加入戰團有隻馬達啊，最後200埋邊位置呢，華夏駿馬仲有優勢，中間不勞而獲，埋邊呢仲有快活精神啊，村入邊上嘅馬呢仲係隻光年情長，接近中第1名，相當接近，埋邊喘咗上嚟。係咪嗰隻光年情長呢？哇！臨尾撲上嚟嗰幾步嘅勢相當勁啊！以為不勞而獲到㗎啦，但係埋邊左穿右插就係光年情長啊！第3快活精神，第4外邊係馬達啊！好啦，結果試過啲1000米嘅大閘一出即勝啊！呢隻光年情長有個一檔帶住個面箍，跑第2名，孭住個重磅啊，不勞而獲啦！快活精神跑過第3，出邊位置馬達。哇！最後200米留一條欄，佢就喺個窄位嗰度捐上嚟啊，好有膽識啊！大熱門係7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有福國寶啊，緊隨其後外邊嘅佳運發啦，黃金盒到外邊走埋上去啊，內欄第4位、第3位啦，紅黑直間衫呢，仲有神州彎月第5位啊，紅衫淺藍帽係金創福威啊，內欄就牛精豪情啊，中間粉紅衫粉紅眼罩龍之光啦，後無來者俾人頂咗出去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白路金剛藍衫藍帽向尾6度啦，內欄位置發光發亮啊，後邊4隻咁啊有電腦100啦，新力超星啦，尾啊特別美麗，暫時電流太行美景嚟㗎，好啦入直路咁滯啦，福國寶啊佔先嘅黃金盒第2位啊，佳運發第3，內欄第4個神州彎月啊，中間第5啊，紅衫淺藍帽就金創福威啊，等入邊嘅話牛精豪情啊，攞出去外邊衝啦，咁啊有呢隻粉紅眼罩個龍之光啦，外邊位置呢仲有呢隻白鹿金剛啦，馬林中間紅眼罩，咁啊揾嚟揾去揾緊位發光發亮啊，最後200埋邊福國寶仲有優勢喎，中間呢咁啊黃金盒又未散，金創福威好大隻率先上嚟啊，外邊啊發光發亮啊，大外檔就白鹿金剛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金創福威拋離咗半個身位，外邊白鹿金剛依家先得着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有呢隻就係發光發亮，咁啊至於第4名呢，咁啊佳運發特別美麗就好近嘅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走位啊各樣嘢流放啊，咁啊又大隻啲啦，咁啊金創福威走啦先啊，外邊白鹿金剛都有少少車前倒後褪咗落去大外檔，又追翻上嚟。第3名嘅馬發光發亮，第4埋邊係佳運發，出邊特別美麗。呢匹金創福威黎超星馬房有打搭嘅，咁啊上次啲姿態都輕鬆啦，臨尾而家就3倍楊明倫跑第2名白鹿金剛啊，始終廖康明今季冇一出即勝嗰啲 PP。黃記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遨遊波士啊，中間灰馬前程萬里啊，咁啊響外邊位置合火飛馳，黑衫第4位可靠大師啊，第5位紫色衫係百里旺啦，響外邊63粉紅帽呢，仲有線路光華啦，後多浸嘅馬，出邊63白帽嘅大千紅心，中間預有進區啊，內欄呢，咁啊仲有跑得好快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藍雀爺啦，橙衫係的愛好啦，後邊3匹啊，咁啊分別有呢隻呢，就着燈啦，創科群英啦，暫時電流翠湖烈風嚟㗎，轉緊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合火飛馳就放咗出嚟㗎啦，跟住第2位就可靠大師啊，內欄第3係遨遊波士啊，線路光華呢就藍眼罩外邊㗎啦，再出嗰邊啊，咁啊仲有大千紅心啦，橙衫攞埋出去中檔位置，仲有的愛好啦，等入邊嘅馬呢仲有百里旺啊，大外檔係着燈嚟㗎，中檔位置仲有隻翠湖烈風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合火飛馳啊，內欄喘翻上嚟啊，遨遊波士啊，再見到外邊位置有線路光華，中間可靠大師。
斯後多層啊嘛，就吹胡烈風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遨遊波士佔先咗半個身位，中間合火飛馳，外邊線路江華接近終點啦。咁啊呢隻遨遊波士咁啊曾經褪咗落去，咁但係最後200米就話袁蘭一路喘翻上嚟啊！咁啊中間位置係合火飛馳啦，全程響外邊啊，線路江華咁啊至於第4名啊嘛，大千紅心嘅機會咧似乎高少少喎。好啦，第3場賽事一出即勝啊！遨遊波士一檔梁家俊跑第2名6號馬合火飛馳潘頓啦，第3名就升班嘅線路光華，跑第4名又上翻嚟喎，大千紅心。都係貼欄擺前走嘅馬好啲啊！遨遊波士臨尾都13倍啊，冇回飛嘅，有個一檔啊！黃記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曾有慢咗啊！武林密碼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第2位呢，內欄有進跑得啦，第3位粉紅眼罩呢，就包裝天象啊！響外邊第4位就競進輝煌，第5位紅黑直間衫啊米奇嚟嘅，後邊3匹馬咁啊有中華盛景啦、曾有啦、暫時殿後係進步騰飛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呢，就1000米嘅段處啊，放頭嘅馬呢，原來呢隻武林密碼喎，跟住響第2位啊包裝天象走咗上去啦，第3位就進跑得啊，咁啊競進輝煌第4啦，第5米奇啦，後邊3隻都冇喐過㗎，係中華盛景、曾有、暫時殿後，仍然係進步騰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武林密碼就貼欄自己放，包裝天象啊跟住佢，內欄第3進跑得啊，競進輝煌第4、第5呢就米奇啊，後邊3隻紅衫外邊呢就中華盛景啦，橙衫尾二內欄就曾有啦，暫時殿後係進步騰飛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咯，前面武林密碼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包裝天象粉紅眼就已經係越逼越近啦，埋邊啊進跑得睇下有冇位啦。外邊係競進輝煌啊，最出有米奇嚟㗎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就包裝天象壓住咗埋邊呢，就武林密碼，中間有競進輝煌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就米奇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包裝天象透出咗埋邊啊武林密碼，外邊係競進輝煌，接近終點包裝天象贏出今場嘅賽事啊，武林密碼跑第2，第3名係競進輝煌，第4名分別有米奇同埋呢隻進步騰飛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嚟晒一啲主動型㗎嘛，咁啊武林密碼都放頭啦，包裝天象全程緊咬第2位，最後百零米出頭啊，咁啊埋邊武林密碼第2啦，競進輝煌第3，米奇同埋外邊進步騰飛個第4呢就比較接近啲。前面個步速都係偏慢㗎啦，呢隻包裝天象孭住135磅，一樣照贏啊！跑第2名擺前面走啦，武林密碼，競進輝煌第3，米奇睇嚟有個第4，都係擺前面走。就係咁樣翻嚟啦。1400大熱暫時係1。好嗱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埋邊位置黑衫喵喵怪啊，黃衫中間啊做好自己啊，內欄啦灰馬精明選擇淺藍衫走咗上去第2位，仲有嘉應晉升啊，出邊仲有2隻噶，黃衫啊金鑽80啦，藍衫最出啊，仲有呢隻金鑽精靈啦，再馬林中間美麗在線啊，內欄淺藍衫嘅馬有新力嬌，中間呢淺藍衫馬林入邊嗰隻就戀愛狂，外邊啊咁啊尾5黃衫呢就人人有餘，後邊4匹馬有劍無情啦，大快步啦。海洋帝君呢就暫時殿後啊！好啦，轉呢個香港體育專彎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嘉應晉升嚟㗎，慢慢呢就已經壓咗入嚟內欄㗎啦。跟住喺第2位就係金鑽精靈啊！咁啊後邊嘅第3位嘅馬呢，仲有內欄位置啦，就係做好自己，跟住個第3啦、第4嘅馬，咁啊中間有金鑽80埋欄灰馬呢，仲有精明選擇啊！左邊美麗在線，咁啊想攞出嚟喎，黑衫嗰隻喵喵怪，人人有餘，外邊呢就一路冚住佢，跟住後邊嘅馬淺藍衫外邊衝，仲有戀愛狂啊！好啦，最後300米啦，嘉應晉升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做好自己呢就一路追緊佢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係人人有餘，最出嗰邊呢仲有戀愛狂，內欄喘上嚟新力嬌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做好自己已經係透出咗穩勝呢場賽事，嘉應晉升呢就跑第2，第3名內欄喘上嚟新力嬌，第4名係精明選擇啊。結果今場賽事臨尾成為大熱門，呢隻做好自己啊，都係用咗一個比較主動嘅跑法啦。上場就好快斷速啦，今場就一路跟住嘉應晉升跑，咁啊結果直路上面出頭，將後邊嘅對手掟甩贏馬，嘉應晉升放頭第2，貼欄追上嚟，新力嬌第3，第4名係精明選擇。
上次咁快步速翻到嚟唔散，嗰場好強啊，4-6-2-2啊，所以做好自己，臨尾大熱門贏啊！嘉應晉升跑過第2名，新力叫第3，跑第4名係灰馬精明選擇。哇！落飛落到大熱門啊！呢隻做好自己，擺前面走，臨尾撻咗一輪，卒之都趕過隻嘉應晉升。哦，但係3-4檔亂。賽事4班千六，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有英俊飛駒，外邊精算特殊啊走上去啦，咁啊再見到啦，響外邊呢，咁啊慢慢上咗少少，仲有龍紋邊影，中間粉紅衫呢，咁啊就係君志成啊，內欄橙衫係旗幟鬥士啦，中間綠衫白帽係海船幸運啊，後多層嘅馬啦。呢個藍衫黃帽呢就醉風雲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有健康之星試跑得風神響尾4啊，再後邊3匹馬內欄數出去啦，有暴風雷藍裝寶，外邊藍衫呢係光明傳承嚟㗎。好啦，過1000米嘅段處啊，放出嚟跑呢就係隻精算特殊啊，響外邊呢就英俊飛駒啦，內欄第3係旗幟鬥士啊，第4位嘅馬俾人頂咗出邊喎，龍紋邊影啊，中間粉紅衫第5位係君志成啊，內欄第6仲有醉風雲，中間第7綠色衫白帽海船幸運啊。後邊嗰6匹馬啦，有風神啦，內欄尾5健康之星啦，灰色衫尾4係試跑得啊。後邊3隻光明傳承，內欄尾2暴風雷，黃衫黃帽暫時殿後呢係藍裝寶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精算特殊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英俊飛駒就開始逼佢㗎啦。後邊分列3、4位嘅馬，咁啊埋邊就旗幟鬥士啦，龍紋邊影封佢個位啊，睇下封唔封到啦。後邊嘅馬仲有中檔位置海船幸運啦，出邊追呢就風神嚟㗎，最後200啦，咁啊前面英俊飛駒鬥緊精算特殊啊，中間位置就旗幟鬥士啊，外邊就龍紋邊影啦，出邊位置仲有隻海船幸運啊，最後100零米，英俊飛駒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！精算特殊第2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海船幸運，第4有龍紋邊影同埋風神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結果都係利晒一啲前置型嘅馬，英俊飛駒一路緊咬住放頭馬精算特殊，咁啊最後100零米啦就已經透出拋離贏馬，精算特殊第2。海船幸運第3、第4名，龍紋邊影響入邊，出邊呢係風神啊！咁啊喺未火焰閃爍退出之前，呢兩隻馬啲飛係最現形㗎啦嚇，英俊飛駒大熱門取勝，精算特殊其實都係落飛嗰匹跑第2，海船幸運第3，龍紋邊影睇嚟呢第4機會高啲。不過步速都好快啊，頭3段快咗1秒2啊，特別係第3段啊。但係今日真係貼欄前置。是係3、4都好接近㗎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博愛先鋒快喎，藍衫啊，咁啊中間有勁沙塵啦，內欄嗰邊呢仲有綠水青山同埋加菲凡啊，外邊綠色衫黃帽呢就係嗰隻勁蘇啊，最出粉紅衫嘅甜蝦女啦，外邊綠衫白帽陽光寶貝馬林，中間黃衫黃帽呢仲有女神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分別有灰馬超越夢想啦，內欄淺紫色衫就紫荊拼搏啊，出邊呢仲有勁進區啊，後邊3匹馬銳一隨緣得勝啊，暫時殿後係太精神嚟㗎。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甜蝦女喎，外邊位置走上去啦，就係呢隻陽光寶貝啊，勁蘇啊第3位啦，第4位內欄博愛先鋒啊，外邊第5呢仲有呢隻女神啦，中間第6位橙衫橙帽就勁沙塵啊，內欄有加菲凡啦，唔要入邊咯，淺紫色衫白帽紫荊拼搏攞咗出去啊，咁啊偷入邊上嘅馬呢仲係隨緣得勝啊，太精神啊，拱埋出去外邊呢超越夢想啊，同埋銳一啊勁進區嗰啲馬，最後直路前面陽光寶貝壓住咗埋邊呢就甜蝦女，中間女神上緊，中檔紫荊拼搏追緊，再見到外邊追上嚟噶嘛，仲有勁進區超越夢想，咁啊鬥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紫荊拼搏已經係透出咗，埋邊勁沙塵追緊佢啊，內欄嗰邊仲有隻女神，最出係銳一啊，接近終點第1名係紫荊拼搏，第2名係勁沙塵啊，第3名銳一，第4名嘅馬呢係女神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入彎呢，見阿潘頓真係好醒啊！呢隻紫荊拼搏唔要內欄，攞咗出嚟2搭，再出去外邊3位，咁啊結果就輕鬆贏出呢場賽事。勁沙塵就跑第2，第3名最出追上嚟係銳一，第4名埋邊女神啊！呢匹紫荊拼搏終於都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啊！跑咗幾次位置，潘頓跑第2名呢，勁沙塵連續3場到第2啊！出邊位置呢，有隻銳一第3啦，女神跑過第4。哦，今日都好罕有啊，留到嗰啲位都追到上名啊，銳一啲咯，勁沙塵啊，就可以論盡少少咯。
呢組真係唔係特別強啦，所以紫荊兵波有個二檔形式。冠軍旗遮打杯，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個馬啦。 最出嗰邊有隻遊龍串鳳啊，中間就百賀飛駒啦，智取神駒亦都擺咗前面嘅位置走噶啦。內欄第4位藍衫就圓滿杜拜啊，第5位遨遊氣泡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呢隻咧就當年情啦，標誌5支啦，尾3位置係球星啊，暫時殿後一隊紅衫外邊係安晴啊，入邊走咗上去咯喎，尾二位置綠衫粉紅帽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隻智取神駒嘅遊龍串鳳啊，跟住個第2位啊，走咗出去喎。外邊第3位咧就圓滿杜拜，內欄第4橙帽咧係百賀飛駒啊。第5位咁啊就係呢隻遨遊氣泡啦。後邊嗰5匹馬位置變動上面都唔係好大噶啦。當年情啦，尾4位置係標誌5支啊，攝咗入去內欄呢，仲有球星啦。後邊2匹馬紅衫尾二係安晴啦，暫時殿後係有目共賞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接近14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呢都仲係智取神駒拋嚟咗個幾身位啊帶頭嘅。第2位嘅馬係遊龍串鳳啊，圓滿杜拜係第3啦。出邊有馬走喎，紅衫係安晴走咗上去啊，中間呢仲有呢隻第5位係遨遊氣泡啊，內欄第6呢橙帽仲有隻百賀飛駒啊，後邊嗰4匹馬標誌5支啦，內欄尾3係當年情啊，後邊2匹馬球星暫時殿後仍然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仲係智取神駒啊，外邊安晴一路比住走咗上去啊，中間夾住呢藍衫就圓滿杜拜啦，第4位外邊遨遊氣泡慢慢上咗啲啦，埋邊第5仲係遊龍串鳳，第6位橙帽嗰隻啊百賀飛駒啊，後邊4匹馬標誌5支當年情球星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有目共賞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3隻馬平排啊，埋邊啊智取神駒，中間圓滿杜拜，出邊啊安晴啊，遨遊氣泡響第4位白帽攞出去外邊啊，出邊追嘅嘛，仲有百賀飛駒啊，針啊偷入邊上，仲係遊龍串鳳，最出嗰邊呢仲有標誌5支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遨遊氣泡好輕鬆已經出咗嚟啦，埋邊呢仲係圓滿杜拜，百賀飛駒響中道，外邊有標誌5支，中間仲係遊龍串鳳啊，最後100零米遨遊氣泡正式成為長途3冠王，贏出呢場遮打杯啊！球星跑第2，第3名嘅馬就係呢隻百賀飛駒啊！呢隻遨遊氣泡都犀利啦，繼翠河喺93、94年度之後，相隔咗超過30年啦。喺今屆24、25年度，呢匹遨遊氣泡正式成為第2匹長途3冠王啊！1600董事杯冇問題，2000香港金杯一樣得。嚟到呢場遮打杯2400米，將對手遠遠拋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俾啲歡呼聲，遨遊氣泡成為香港賽馬史上第2匹3冠馬王，恭喜晒遨遊氣泡麥道朗，球星跑第2，百賀飛駒第3，第4名要影下相啦。哇！真係可以親眼目睹一隻3冠馬王嘅誕生啊！仲要唔係險勝喎，佢贏甩喎。但係我覺得要多謝隻安晴，冇錯。嗰度扯快咗步速，圓滿杜拜走急咗，佢就輕鬆啊！1000直路，大熱係10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藍眼罩黃衫英雄豪傑快喎，中間星際快車啦，綠衫中檔年年有型，中間白鼻梁嗰隻呢，仲有精彩福星走埋上去啊！最入有2隻紅色頭罩呢，仲有北地練馬，最入紫色衫呢，就快靚旺，中間添開心都上埋去啊！黃衫紅帽交學費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先有呢隻星月飛雲啦，尾3位置榮理雙收啊，綠綠地色衫白袖嘅，尾二實現夢想響後邊呢，就雙星報喜啊，白衫愛蘭噶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。星際快車貼蘭芳，添開心咬到第2啊！第3位嘅馬有展鴻威啦，精彩福星啦，咁啊再後多層啦，咁啊先見到入邊位置啊交學費啊，北地烈馬榮理雙收響入邊綠色帽嗰匹啊追咗少少嘅，中間仲有星月飛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星際快車咁啊貼咗愛蘭放到順晒噶啦，將後邊嘅對手拋甩野馬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精彩福星啊上咗嚟，第3呢，外邊英雄豪傑啊，中檔第4名呢，係咪添開心嘅機會高啲呢？咁啊結果今場賽事都離晒一啲，咁啊靠近愛蘭位置嘅嘛，星際快車把握到頭段擺咗喺前面，結果就到啦，拋甩野馬，
精彩復星第一次上陣，跑第2啊，第3名英雄豪傑，第4名係添開心。咁臨尾呢隻星際快車13倍啊，一出閘噏聲啊，埋到嚟愛蘭一放而回。跑第2名精彩復星，第3名英雄豪傑，第4名都擺前嘅添開心。係啊，繼續係擺前面走啊！咁蔡約翰同阿希斯1比1啦，嗌到啦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見到隻包裝旋風係比較快嘅，響入邊粉紅衫係金主啊，咁啊中間有安可啦，外邊有3隻天象龍區，咁啊出邊捉翻住嗰隻呢就8000財星藍衫嘅，外邊奔放走上去啦，咁啊馬林中間仲有勁大威猛啦，內蘭青雲龍區啦，咁啊馬林中間紫色衫紫色帽係快路啊，內蘭大約尾5到啦係實力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共享富裕愛心神區內蘭尾二位置中華英雄啊，暫時電流係勁步速嚟㗎，好啦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1000-4米段處啊，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呢隻奔放噶啦。第2位有包裝旋風啊，內蘭第3啊金主啦，安可跟住個第4啊，內蘭第5啊青雲龍區，第6位勁大威猛啊，埋邊藍衫第7響內蘭呢仲有實力啊，響外邊有天象龍區啊，出邊走埋上去喎，共享富裕藍衫紅帽嘅，尾5紫色衫紫色帽紫色眼罩仲有快路啊，後邊4隻中華英雄，出邊藍衫尾3呢就8000財星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愛心神區同埋勁步速嚟㗎，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奔放呢都仲係接離咗個零身位嘅位置變動上面呢就冇喐過㗎啦。包裝旋風嘅第2位，金主內蘭第3啊，係一隻外邊呢藍衫紅帽共享富裕走咗上去第4啊，中間第5位呢就安可啦，內蘭第6啊青雲龍區啦，中檔第8位嘅馬呢仲有紅帽嗰隻呢就勁大威猛啊，響外邊天象龍區啦，後啲嘅馬實力啦，咁啊仲有快路啦，愛心神區藍白格仔衫響外邊大約尾5、6到啦，掟出去㗎啦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勁步速啊，中華英雄同埋8000財星噶，入正咗個直路啦，前面奔放仲係支離咗1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金主就粉紅衫追緊，中檔上仲有安可包裝旋風，出邊共享富裕勁大威猛，外邊呢仲有天象龍區大外檔嘅愛心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奔放仲係佔先啦，金主又係佢追噶，我後邊嘅馬呢仲有安可啦，出邊係天象龍區，外邊愛心神區接近終點，金主今次就反先翻啦。奔放跑第2，第3名安可，第4名係天象龍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金主咁啊全程都係跟住內欄位置，基本上都係跟住放頭嘅奔放嚟跑啦。咁啊今次就應該冇換腳換得咁犀利啦啩，咁啊都係順利咁啊反先，奔放就跑第2，第3名安可，第4名係天象龍區。好啦，結果今次賽事金主就反先隻奔放啊，都追咗成條直路，最後階段先過到隻奔放㗎。跑第3名係加個眼罩嘅安可，第4名天象龍區。係啊，翻版 Q， 不過就1、2名啊倒轉咗啊！不過金主都好犀利啊！今季第3場頭馬啦，好重心啊嘛。黃傑居好啦，一起步確好勁慢，八進福星慢，咁啊內欄尾3呢，仲有江連80紫色眼罩都係慢啲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外邊有長勝金剛藍衫天星啊，中間第3位藍衫七彩雲珠，中檔第4紫色帽呢，咁啊仲有綠野飛馳啊，埋邊啊南區之星啦，再內欄仲有嘉應巨星啦，出邊啊紅黑直間衫啊正極啊，馬林中間綠色就黃綠衫嗰隻呢就滿歡笑啦，中間橙衫仲有增強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江連80啦，喜尊龍響尾4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分別有確好勁幸運派彩啊！暫時殿後係嗰隻八進福星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長星金剛啊，跟住響第2位呢就天星啊埋咗嚟啊，出邊啊七彩雲珠響第3、第4位嘅馬，仲有綠野飛馳紫色衫嘅，外邊呢仲有正極啊紅黑直間衫第5位，中檔第6淺藍帽南區之星，入邊嘉應巨星光年80啊，頂出去外邊有滿歡笑喜尊龍，最出係幸運派彩啊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星呢就出咗嚟先啊，綠野飛馳第一隻推進上嚟啊，中間仲有南區之星，出邊一鼓作氣冚上嚟係喜尊龍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增強啦，大外檔幸運派彩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喜尊龍冚咗上嚟，綠野飛馳有少少內線，但係都仲有2腳啊，後邊仲有南區之星接近終點，喜尊龍響外邊一路壓住咗入邊嗰匹綠野飛馳啊，第3名都近喎，南區之星入邊出邊。
幸運派彩追咗上嚟啊！咁啊睇埋最後嗰幾十米啦，咁啊綠野飛馳俾人壓住有少少挨入去，潘頓臨尾嗰部起專龍咧，衝點都噏埋落去啦。咁啊第3名嘅馬南區之星響入邊7號，出邊係幸運派彩。好啦，嚟到尾場賽事，入到直路單打獨鬥，咁但係頭3名都係3強鼎立嘅局面，起專龍噏落去，咁贏先嘅綠野飛馳第2，第3名南區之星，第4名幸運派彩。都好問啊！南區之星個第3都失望啲嘅。其實係雖然有第3，都係失望啲嘅，幾乎俾人講